魏韩岳，评弹历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。他出生于弹词世家，祖孙3代都是红遍江南的响大。她是书坛难得的女上手，风度翩翩，英姿飒爽。她在3尺书台突破创新，再现了九龙口那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。在离开舞台10余年后的今天，让我们与久违了的魏韩岳一起聊聊她和评弹的点滴故事。魏老师啊，很多听众听是那个唱之后啦，特别是上海听众会欢喜听台唱，你都一听那个唱腔之后才会得讲，哎呀，这个魏汉玉个调头嘛，是吧？那么我个人呢，觉着因为我自家欢喜研究唱腔的，我也听的，哎呦，魏老师那个唱腔有特色。那也听不出来是他唱每一种是特定来唱哪种雷炮啊？那么我觉着听不出来唱个雷炮，所以是你自家的特色，所以你自家的唱腔。搿是你讲得出还是啊？因为我搿个讲你讲唱啥个，只不过有一点点变化，搿就是像外地这个样子。虽然从小印象蛮深，外地有2句脑子里向有个，但是因为唱不上呀，再加上我女生的音色，加上有点记忆。加上搿些辰光喉咙黑，现在是唱不出搿个，特别是唱珍珠塔里向个片段，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吧出。对我追呀，追呀！你出金呀花家，但是有。毕竟一点他是这地的第一点君子，你还应该是两目的花，一时间一定呀，我是风雨之风来为己。那是谦虚啊，魏老师是唱个外地，但是呢，我听得出主旋律是外地，但是呢，你里向会吸收一支其他的雷炮曲的一个接轨唱法，把它用到里向去的吧？对，特别是九龙口，因为九龙口是新书，是要唱雷炮，但是不能够三半外脱，那么你也想过研究过，那么所以辣里向假设只要凡是用得上，你也有得唱这样的，也唱神调。还唱各种不一样的调都侪唱的，那么我还用外调，但是我觉得外调呢，有时不会得不能够体现你个个性，所以会得把点点响调啊，小飞调有时不光用点，香香调还用点，努力融合起来，哎，我觉得搿个样唱来比较顺了，像这样一个人。其实呢，搿个侪是我自家瞎想出来的，观众是不是成人的领导辩论这个？我以为啊，目前近几十年，实际浪向还有好几种。可以称之为雷炮的唱腔产生的。那么我觉得魏汉玉的唱腔啦，
但还算一种。第一个唱呢，是以搿个叫自家父亲的为第一个基础，加入了强调的元素，同时呢，自家也进行了不断的创新改革。所以那个唱实际浪向是非常大动的，一口气哈人。我记得有一段么子，就是来我家看见孙中自杀的辰光，里头唱出一段，因为里向有不少为什么，我就想到是肉心里个听到的字，还有为什么。对。跟我就拿加进过来，当然不是全部搬过来啊，稍微做一点点改变，但虽然也够的。那么我晓得，你除脱之外的之外呢，你对这个那个强调，实体上的强调啊，进行很大的革新，所以人家在讲你唱的是新强调。哦哟，这个是讲不对个新强调的，因为我觉得强调的这个叫腔蛮花式的，而且你个节奏呢也蛮有点特色的，是吧？哎，那么你个外调呢，虽然类似的个，一下千里。两样么子搁起来呢，我都觉着还唱得还蛮顺，是吧？那么而且有上把辣角色声浪向，我觉着比单单唱外调三个能够体现。那么更加重要呢，我到有些里拼档下来，你从13、14岁来的，你搿只琵琶呢，那真个呢，不是讲我自家碰自家下水啊，都已经讲来是一直碰是，这琵琶真个脱得适意。
那部唱会的唱响调，没里只琵琶我唱不好的。那么这一张后弦里个后调也是桩事体。另呢，一到五马个后调是根据一个特定的喉咙形成之后调。那么后弦里个喉咙呢，比多马也不得了。所以到今朝里非常后调。但是我服他，因为你唱个后调实在是后调个腔，但是你个喉咙好，因为。对。为啥要加人工多马个喉咙呢？特别是辣你九龙口当中，后弦里有几头后调。你个上腔啦，是加一点点，你两家头在研究辰光加一点金腔，特别让你再走两走，哎，林亚雄、余亮都唱了，整个唱两句下头一直拍手的，我觉着非常能够体现人物个角色，对。种想法，搿个随便啥个事体会得一成不变的，是吧？确定也是这样呀。你讲你会调呢，从马台上来的，那么下头么声线调啊、琴调啊、弦调啊、小飞调，侪是这样一步一步根据时代、根据搿个变化而来的，对。那么你讲啥个？我觉着搿点老先生如果活走了哦，你都也会得扭脱要这样唱着，肯定根据现在个90年代还会得有得变化着。当然，要成功一张乱拍啦，搿勿是桩简单事体，也勿是一朝一夕个。但只求自家辣工作个当中做一点点努力，甚至于一点点成绩，葛末还是比较开心的实在。冯大娘，你还辣海滩边浪挨着了，目送小舟，只看见搿只舟，一起一游，一起一游。慢慢将成功一个小黑点看不见着，又往后落的就出来浪海面了，好像阿姐睡立了上头带自家了浪着睡。想着阿姐一阵伤心，眼里得眶而出。南海山空，白云飘，茫茫的海浪苏
我来说，据我晓得，那个艺术生涯当中，说出来自家父亲韦无英恩师三云山之外，会得到了其他平台家的老师们许许多多的帮助，是这样的。当然了，你讲一个人如果有点成绩，绝对不是自然而来，还不是自家生出来的，搿是肯定吸收自各方面的经验而来，随得是佛佛实实人的帮助的，对，搿个就叫义无呀，要无尽呀，是吧？那么你讲，我呢参加过佛山三分队，还得佛山老师一道同台演出，会得并班演出，会得比我小一辈的人还一道演出。对，我也很多出去演出过。我这个觉得每一趟演出其实侪能够学上么子的，真的。那么，所以讲我呢，遗产风波搿段么子啊，有段长唱片是吧？我里向其实用几句黄玉香老师个调头，搿个就是辣15岁个辰光第一趟听香香调，印象深得不得了。后来黄老师个山山养虎啊、哭灵啊，我真个欢喜。但是我觉着我这喉咙唱不出搿点么子，也唱不出里个味道。不过呢，脑子里向有个记忆唻，有场把会得辣唱个辰光，自然而然用几句进去，我倒也蛮好个，我觉着。情法家有
生于身，那雨蒙蒙一声声，要么是他一地莫为名，他是绿的生情随我去，你们怎把鞋子走，他的篱笆听听那对下，家丁丁须下路马，我是插须分，在我顶爸爸家是生女，神仙他不会上别人，你们怎把家拆分？子的子来了，定的定非讲大海，天地混还比早当听下十分在我顶爸爸家又是生女，生那吹风起一片林，我家婆生那两轮，将举水的儿童，后期口用声我看比路边家茶没人分，哪个规定若是雨生在我顶爸爸家又是生女，生引得那么竹林雨水是来扎沟，引得那高大云上规定他们去求呗，一定定不是听来生是天在我顶爸爸家又是生女，生10多年来水晶气不透，从上归心，为的总送开的同志们也吼吼，温柔也柔的心在我顶爸爸家是生女，生相懂得了什么地来是什么口，谁是下来谁是人懂得了什么是黑什么是光明，谁是下来谁是真懂得了金的两字在海深，东夏人他为了金的良心我懂得了，人不得来也靠自身听一人，怎样才能与好的神龙也从头来龙去自语，不开手里这杯神，为中国为人民为自豪为革命走一个铁骨真的地杯神。哎，魏老师啊，我搿辰光巨龙看也是支持自己听歌的，特别对很多像个唱腔设置，我结棍个欢喜啊。那譬如讲，第三院当中，很多本来是第三院的，就会得花过来。第三院当中，里向有句后台，那么很多巨龙看当中有新后台，也是里向马自达里向原来去唱歌的。那么包括搿个演员们呢，是上个夜店，很多把里向唱，但是呢，很多不是扭脱扭上个蓝夜店，还是很多有自家的么子合进去。其实原来是个夜店啦，我从来分听过。还是你先生个书里向，你经常用的，所以我听这里个书呢，哎，脑子里有点印象。所以辣巨龙看里向用过这样一段。设置第三音乐书啦，确实对你巨龙看有交关大个帮助，因为第三音乐里向么角色多啊，方言多啊，唱腔也多。但是呢，中剧时代不同，第三音乐是20年代的，你是80年代的，里向人物个个性啊，人物个语言语气啊，包括去表演啦，搿侪不一定可以搬过来，侪要重新改编，侪要重新动一动的，对。那么所以讲搿个就是女武精呀。那么我亲眼目睹看到搿点老前辈哦，辣艺术个道路上搿种做啥个追求，搿种认真的态度啦，其实自家比起来真的交关惭愧，非常难为。他讲的。居士法师被
杀铁的眼睛盯了个砸玻璃杯。一杯开始，好像一大催命鼓。你出去，马上就得关门关。你今朝心是别相信过来。其他年纪轻轻都漂亮，香港广州是雨来，满子恭喜朗朗唱海关，最是一朝是风啊闻名。那王星海为人真很好，其实是水下雷霆一风帆哎，来得呀乌总统去抬一抬，里呀外门眼睛外关定过来，所以他弥漫洋洋。眼睛飞两飞，这个五有的是两两把开开，要想关这里，这本书不能够吃。但是治国一起呀，他微微的拉下去来。为啥不开口反而笑呢？因为刚刚沈衙分大里来口辩，你这两家的说真是家议了门背，听得清清爽爽。林亚中和文大良是啥关系？心里也明明白白。现在文大良死脱在，那为子里伤心得不得了。我想想，我来还做个工伤事，还是死脱子爽快呀。你文大良被子家庭汉，心心相印同样会。但是阴阳做大几笔呢，所以呢，伤心都是苦我今朝遇来陈秀丽，那是呀，轻轻举起个大玻璃杯，得来一众人。来相会，做恩恩爱爱那不分开。你是诚心实意，喊我夫妻做，但是别忘记，我有的是送送来做大妹，这种大恩的大德你也记兄哎。我这个人呀，这不是不良心的。哎呀，留下来，我跟着王星海，一大的香港去。我不会忘记那个微笑几位，定就是自不忘记护他一头堆。逢年过节，为也经常追谁？魏老师啊，我晓得你会唱歌里头鱼，我是一声鱼会吹个鱼的，咁我想时间你哈弄出来，让我好热好热。那么正节赶了关公门前胡大德，不赶了余三两门前唱鱼的子。哎呦，那么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是90年的辰光，北京一个歌曲新生，
而且是中央民族乐团大乐队伴奏的。那么喊我去参加，也是有节目子了。那么当时辰光呢，其实余老师的乐团，我是80年辣香港演出到余老师乐团去，第一趟听你唱《宋兄》，你是听台浪向编过来的，哎哟，听了还真个适意得不得了。我个人呢有啥一个特点，欢喜个么子啦，记得特别来。那么平常嘴巴里而且欢喜哼个。不过3天有那把卡卡米或者老最会得欢喜然后都嘴巴里推出来，从不上歌台。那么搿趟是吃歌曲新生子咯，那么我就想着搿一段么子，而且我想侬民族乐器来伴奏啦，搿个作兴对宋兄搿段么子更加能够衬托出来当时个感情，搭子里个气氛。当然，我这边个是尝试，非常不成熟个。
回来是啊，我晓得你非得自家虽然成不演出演唱，但是我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你为自家有一个阶段辰光，为写出了很多作品。哦哟，这个是讲出来难为这个啥写出作品了，这个因为是自家设置上点年数书了，有辰光也要瞎写写的。那第一趟嘛就是第二次到香港去演出，搿辰光是第三院当中车站送别，上算没开唱片的呀。那么香港人们欢喜听唱片，没唱片哪来塞呢？我就根据范家是当时个心情呢，自家瞎写嘴头，还唱子得有的演过的。那么后来嘛，我拨了先生看，先生讲蛮好，拿留了海，将来怕用上的。伊不是去年还前年中秋节啦，苏州演出嘛，搿头唱就是我自家写的。对。那么后来呢，我个人平常以前欢喜看看书的啦，那么看着一本外国小说叫《神传》，因为我觉着搿只故事啊，蛮个容易可以改编成国语平台，而且特别适合于女生当中。那么我就寻着头里向个王世生老师，伊也是创作者的。那么我说王老师，你也空档，我有只故事讲拨你听，你看阿来噻。伊一听讲蛮好啊，要三位你也参加，一道来写。那么还有把这里个皇宫去进得来，历史平台还在我一道三家头写。其实写呢，全部是王老师写的，我只不过在辣边浪向跟好好。不过辣学习搿种过程当中呢，其实对今后自家工作当中很大帮助。我曾经为瞎写过一只，书清得我们书专栏，也是瞎写的。你那离开平台书台已经有10多年了，那么大家侪晓得你现在的生活相当的安逸安稳。咁你是哪样来总结你现在的生活呢？3个字。爱平台。爱平台。平台你总归欢喜个啦，那啥意思？我生活呢欢喜平平淡淡。哦，平淡。我工作呢一生一世就是平台。两个正好是连说闲话是一样的。我从小呢就是学个平台，是欢喜平台。到后来呢，我工作还是平台。那么其实我说出来，我个人啊，到现在总结下来，除脱说书本样事体侪做不来的，还只会得创平台的。那么自家认为呢，搿个将近30年的工作当中呢，还算努力，还算认真的。那么当然，以前签得个成绩不能够代表以前啦，也不能够不要去再去讲里头了。不过我总归觉得一个人呢，生活可以平淡点。财务点马虎点，但是做工作绝对不能够马虎。对的，做名利了啥个看得蛮淡，我觉着搿是空的，真的没啥意思。搿张明张理难为情讲不出搿样来了。而且我爹爹帮我影响蛮大，因为我爹爹呢是一个名演员，也是一个团长，但是你崇奉张明张理。对的。你随便啥，即使头里有好个事体，总归让人家去的，你总归推了后头的。那么李个为人呢，大家侪说理，叫待人真诚。而且慷慨，所以你身浪向的搿个作风呢，可能也影响着我。我记得我爹爹当我曾经讲过一句闲话，伊说一个人不管做啥个工作，不管你辣落一个行里向，你翻得天涨也翻得地涨，更翻得人涨，翻得自家涨，涨啥么？涨企业。涨企。最主要要学好一个字，叫大字底下一个实字。本事，你任何一样工作侪要学好这个本事。有搿个本事的，你可以服务社会，可以报答别人家，曾经帮助过那个人，还做好那个本职工作。对了，那么你讲像24个人还是个，你讲你要学好那个基本功，要有那个本事，你才可以为广大观众服务啊。同时呢，观众一定会得拨你一个公正的评论。
家流水是人家，后世终身想，我如今地不在，生生世恰牛来手举平台与开场，唱的是手举一片海风。总是欢迎坐在你手机来不是呀，同志。你的口人大都手举的，头发满里推的去不管。我来噻，你哪看这个平淡呢？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。这个呢，因为我个人呢，没啥太大的要求对生活，其实我没啥爱好的。我总会觉得一个人平平淡淡生活，简单一点就比较好。我追求我的全家人啊，包括周围的朋友啊，身体健康，那么快快乐乐，那么平平安安。我总归希望是那样子。外加呢，我个人的脾气欢喜开心。那我觉着，人家说忧郁没有生病，开心毛病会得看见你黑个，所以呢，我一直都要欢喜笑得开心的。大概也是我个脾气，这个哪怕有不开心的事体，3分钟，从不过夜，我总觉得忘记脱的。因为有句闲话个呀，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搿你为啥不开心过一天去寻不开心呢？那么寻饭呢，也是寻得来的，寻开心也是自家寻得来，为啥不寻开心呢？而且我小辰光记得你苏州，你不知道晓得最近在特些的，广播里向啦，经常有个老先生姓于，这个是中医的，你每日天会得唱一段搿种叫健康的，讲健康的顺口溜。我觉得里向有上两句闲话，叫一天三三三，百年三三三，一天随三随，一定来三来。你说三子年纪还轻，搿为啥不好呢？而且呢，搿个人经常三口常开，心情舒畅。心情舒畅，你身体也健康，而且那个社会得带来周围的人一种喜悦的气氛。我觉着是绝对好的事体，所以我就欢喜笑，欢喜开心。那么我也祝愿一直对所有的人，每一天能够三口常开，阖家幸福，身体健康。还有3句闲话啦，叫知足常乐，助人为乐，自得其乐，搿里向侪是乐，就是快活乐。当然要做得搿个3点啦，非常容易的事体，但是我要督促自家。慢慢就争取去一步一步走过去。才回来是，今朝我觉着搿个采访啊，我自家也好在，生活啊，还艺术啊，还这个，欢迎回来是经常到你平台天天来追搜看看，因为听众朋友呢一直也天天来啊。我也谢谢广大平台观众这样的年数对我的支持，对我的鼓舞。假使我活龙会允许的时候，有机会我一定再回来唱平台。好，才回来是，才。
娘